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家婆，台语安尼写家婆，华语的多事爱管闲事，台语讲家婆，迄是因翁仔某的代志，毋免你家婆。啊，你实在真家婆，这就无你的代。家婆无一定是讲歹的，家婆嘛会当形容人热心。食的拢我来处理就好，歹势我就较家婆。咱的社会需要大家较家婆性的，无定着会因为安尼救着一个囡仔的性命。家婆的家家私，这间拍铁仔店专门为在地人做农用的家私。啊，因讲无几句话，就献家私拼输赢。家家后，家后这条歌真侪人爱唱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。有一句俗语，家己的代志做好势，唔免家婆做杂车。意思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家婆实在真趣味。